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南昌東嘅南昌1號，睇一個4房2廁嘅單位，面積係595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6Seven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由恒基兆業發展嘅南昌1號係位於南昌街1號，係2019年入伙嘅。行出嚟右手邊可以過返去南昌站 V Walk 港灣豪庭商場，轉左手邊可以行返去深水埗地鐵站街市，兩邊都係大概5分鐘。樓高係9尺8寸，原裝嘅直條木紋啡色嘅磚地啊，左邊呢有個係薄嘅鞋櫃啦，插啲鞋喺度啊。4房單位咧咁少咧，遠遠唔夠㗎嚇。右手邊咧再整多個冇蓋嘅，呢度咧就可以擺一啲飾物咁樣啦。再行前少少咧，呢個位我嚟着鞋啱晒啦。再整多個鞋櫃啦，應該就係呢個組合櫃。呢個組合櫃咧就超過10尺闊啦。中間咧仲可以拉張摺台出嚟，呢張台咧可以收埋，縮上去咧變形家私啊。上邊咧仲有啲嘅儲物空間，連埋嗰個梳化嘅背板咁樣啦，兩座位嘅布藝梳化。右手邊咧呢邊整多一排咧電視櫃，做到上頂啦。係啦，呢個單位其中一個大嘅賣點咧就係呢個海景啊。耷低頭咧可以望到通州街公園，有足球場、籃球場，呢個小橋流水咁樣啊。右手邊仲有網球場添。高頭咧就可以望到昂船洲大橋、南巴勒海峽啦。區內嚟講咧，呢個景咧就算係數一數二㗎啦。西南方向啊，望翻過去匯璽啦，南昌村啦、4小龍咁樣嘅。客廳嚟講咧就會係偏細啲啦。如果係以一個4房接近600尺嘅單位，面積唔大啦，要間個4房2廁咧，都係要偷位啦。透過開放式廚房啦，係啦，但係都有明火嘅煮食嘅。另外配2個雙頭嘅電磁爐。而家咧油緊油啊，未乾啊，所以地下會有啲報紙。雙門嘅大雪櫃。經過呢邊通道咧，就可以入翻去睡房區啦。右手邊先會見到客廁先。客廁都唔細啊，一個長方形。呢個企位都算係闊落㗎啦。沖涼位咧就偏係正方形嘅，煤氣水爐個 control 啦，黑廁嚟嘅，靠呢一組嘅抽風系統。呢邊咧就第一間客房。
做到個大衣櫃啦。做到上頂真係用盡晒啲空位啊！好，第二間房呢個小朋友房，咁下邊咧係書台啊，上邊咧就係床啊。咁樓梯級位都唔好嘥啊，就做埋啲櫃桶啦，做儲物。咁同樣咧都係望翻西南海景嘅。咁啲房門都唔係好對住喎嚇，卡啦卡啦咁啊。咁呢間房咧有個工作平台，咁適合咧就係俾工人姐姐瞓啦。呢間房會係窄長一啲嘅，做咗個巨型衣櫃，都有冷氣啊。呢邊咧就望翻山景，金山郊野公園啊，呢個山脈啊，連綿山脈。呢度咧可以我嚟晾衫。最後主人房啦，書台連一個飾櫃啊，儲物櫃。呢邊咧亦都有個吊櫃嘅。雙人大床啊，背住個窗啊。呢邊主人套廁咧就係光廁啦，好深啊！沖涼位都闊落啲啊，個長方形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